大部分有痛風而嚟睇我嘅香港人咧，都唔係第一次痛風嘅。咁好多都話俾我聽，之前喺香港打過啲特效痛風針。咁呢個應該係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啦。咁呢啲痛風針咧，其實英國咧係唔常見嘅，除非咧係由專科安排你去打。亦都有啲人咧會喺屋企買定所謂嘅特效消炎藥啦，一發作咧就自己攞去食嘅。我係湯醫生，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咁你喺英國，如果你懷疑有痛風嘅話咧，咁其實最好咧就係去睇醫生去確診啦。咁我哋唔單止可以為你開一啲急性嘅痛風口服藥物，同埋好重要咧，亦都去幫你揾出有冇其他痛風嘅潛在嘅原因啊，例如一啲腎臟嘅問題啊、糖尿病等等。特別如果你有復發性嘅痛風，咁好多人亦都唔知道，如果你個血液裡面尿酸水平係高嘅話咧，可以引致其他嘅疾病，例如心血管疾病嘅喎。你嚟睇醫生，我哋亦都可以俾你一啲生活方式嘅建議啦，同埋如果有需要咧，係建議你食一啲降尿酸嘅藥物，減低復發嘅機會，減少血液裡面嘅尿酸。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啦，痛風係幾咁辛苦嘅，咁同一時間咧，亦都可以預防其他長期嘅疾病。